好啦，咁啊，時間就10:04，咁啊，今晚嘅節目咧就淨係我同阿馬草嚟嘅啫，啊，咁你哋聽唔聽到我講嘢咧？而家我聽到，我聽到，我都聽到。你試下換嗰隻睇下會唔會好啲？冇所謂，一陣間聽到電話就得噶啦，烽煙就得噶啦，啊，咁咧就嗱，我哋今日晏晝咧就開咗個記者會啦，即係因為今日係禮拜一，就係社民連立法會黨團。逢禮拜一都要開會嘅，中午開完之後就會有個記者會嘅。咁啊，今日記者會主要係講3樣嘢。第一咧就係講嗰個骨灰龕嗰個政策，即係個諮詢文件，即係話諮詢期到咗啦。咁我哋亦都俾咗一份文件建議書俾呢個即係食衞局啊。咁我哋就強調咧就係呢個骨灰龕政策咧應該以公營骨灰龕作為主導嘅啊，然後就規範呢個私營嘅骨灰龕嘅。嗰個即係呢個作為一個立法嘅一個最基本嘅精神啊！咁當然規範呢個私營嘅骨灰龕咧，亦都要考慮到而家現存喺度嗰啲，你又要俾個機會佢係嘛？咁所以咧就唔好製造太多麻煩嘅嘢。其實過去呢6年呢，即係周一嶽做局長期間咧，佢完全唔鬥呢個乜都冇做過啊！乜都冇做過嘅。嗰啲表一表二完全冇喐過嘅。咁所以我哋就譴責佢嘅喺2次嘅即係呢個食衞嘅事務委員會裏邊咧，我都譴責呢個周一嶽局長嘅。咁唔好話社民連冇公共政策啊！我諗我哋呢份文件係所有嘅政黨裏邊唯一一個政黨寫一份好詳細超過1萬字嘅骨灰龕嘅政策嘅文件嘅啫，只有本黨啊，即係講句難聽啲啊，你問下其他黨有冇啊？係咪咁詳細一份文件去回應政府嗰個即係諮詢嘅？咁第二件事呢，我哋就係討論喺10月1號呢，即係呢個國殤日呢，社民連單拖即係一個和平示威去呢個中聯辦。咁今次呢，就即係長毛呢，就比較即係溫柔敦厚啲，咁啊將嗰個棺材呢，個 size 呢，就整到呢。就4尺嘅啫，你明唔明？迷你版咁啊有個象徵意義嘅，屠夫政權遺臭萬年，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啊！咁呢個呢，就係佢每年都做嘅嘢嚟嘅。咁啊以往呢，就長毛一個人走去送棺材，抬棺材就4條友去抬，而家呢，就百幾人社民連啊，特別係我哋啲新秀啊就去抬。咁啊，舊年呢又係過唔到，咁啊搞到阿土呢、劉山青呢嗰啲就俾人拉啊，咁啊土呢就上車頂就告唔入啦，嗰個襲警罪。咁今年呢，即係事先呢，就亦都同差人傾過，攞呢個不反對通知書嘅時候，咁嗰份文件都喺我度嘅。咁佢其中有一項呢，就啲大型物為咗安全起見大型物體就唔可以即係抬去呢個即係經過呢個中聯辦啊。咁我哋遊行示威嘅路線好清楚，一定要經過中聯辦嘅。唔係點樣示威啊？係咪？嗱，當日咧就我長毛同埋陶君行3個大隊嘅 ，OK。咁啊去到西環嘅時候咧，我就同呢個西區嘅警民關係主任就喺度講數。嗱，我話你一定要俾我棺材過，你唔俾我過咧，就真係大家冇計傾噶啦。我話俾你聽，係嘛？咁佢就話唔過得，因為係大件物體，我哋傾過。我話呢件佢大件物體，我是但揾個人都大隻過呢個棺材啦，大佬。你老老實實話俾我聽，棺材唔過得咁就得噶啦，係嘛？喺上邊俾壓力 ，OK， 交代你嘅阿爺，交代你警察部，係嘛？棺材唔過得，因為國慶，唔好喺度即係攞景贈慶。佢又唔夠膽講喎。總之大件物體唔過得，一味講嗰句喎。到最後就胡椒噴霧收場。咁我今日呢，就俾咗封信啊，啱啱新鮮熱辣嘅，而家 send 咗嚟我 email， 就俾咗封信呢個保安事務委員會嘅主席劉江華。咁因為我係保安事務委員會嘅即係委員，咁我就呢封信呢就咁講嘅，就11遊行中警方打壓表達自由及濫用胡椒噴霧事件，要求列入下次會議議程討論。本年10月1號，社民連約100多名市民遊行至中聯辦外示威，遭警方打壓表達自由及濫用胡椒噴霧對待。就此，本人要求主席閣下傳召警務處長鄧景成到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給予解釋。第一，警方採取行動是否涉及政治考慮？若否，為何示威物品不能途經中聯辦？第二，示威當日所用棺材不過1尺乘4尺半，未及成人的體型大小。警方所謂棺材屬大件物品，有可能影響公眾安全的標準為何？為何拆去用作運送棺材的竹梁仍拒然放行？第三，警方大幅橫額都唔俾過，理據為何？第四，在場
多名市民要求警方清楚解釋大件物品，主事總督察稱需時請示上級，10多分鐘後不但未有答案，更宣布遊行時間要到，要求主辦單位結束遊行。請處長解釋呢個做法是否恰當。第五，社民連在會議上已提及會攜同棺材示威，當時警方並無表示有問題。根據警方所發出不反對通知書顯示，警方並未界定何謂大件物品，警方藉此任意規限示威物品，打壓市民的表達自由，應該予以譴責。處長須作解釋。第六，警方在高舉未有填上內容的警告標語1分鐘後，向示威者濫用胡椒噴霧期間誤中一名電視台攝影師及若干警員，我們要求處長解釋施放胡椒噴霧的理據以及行動的尺度同程度是否恰當。第七，本人要求警方解釋拘捕示威者的行動。根據基本法第27條，香港居民擁有言論、新聞、出版自由、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組織和參加工會罷工的權利和自由。本人對警方歷年來持續濫權打壓表達自由的做法表示強烈不滿。附件為警方所提供的不反對通知書嘅相關報導，供各委員參閱。而有查詢請電25373160聯絡黃志佑先生。黃志佑呢就係社民，就係呢個黃毓民辦事處嘅職員助理啊。嗱，呢封信呢，其實呢個係一個即係我哋作為一個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嘅成員，咁我哋個黨就係經常持續性俾警方呢就係打壓嘅。咁其實香港都冇乜反對派嘅啦，死剩種嚟嘅啦，呢個係嘛？即係今日之後，香港只有一個反對派就係社民連，民主黨係求和派，民協係求和派。OK， 只有一個真真正正貨真價實嘅反對派呢，就係社民連，因為今日正式已經同呢個民主黨攤牌啦啊！咁嗱，好似呢個就係今日嗰個記者會裏邊嘅第二個問題。咁我哋呢封信已經入咗去俾劉江華。咁劉江華喺即係復會之後嘅保安事務委員會會將呢個擺入議程呢？咁就我哋等佢答覆咯。咁如果佢話唔擺，咁我就同佢算賬啦，係咪？好簡單係咪？我哋要求警方即係要解釋，即係點解要咁樣。我哋有晒啲片嘅，大家都睇到琴哥係咁啡，係咪？咁我哋又有啲相，大家睇到啦。蘋果頭版毛哥打大赤啦，係嘛？隻眼俾佢噴到，屌你噴盲咗，你賠翻啊？係咪先？咁做咗盲盒，如果喺立法會係嘛？繼續大聲係嘛？所以即係大家都睇到，即係而家香港嗰個即係政治形勢已經好清楚㗎啦。即係我哋係越嚟越孤獨，唔好話孤立。當然孤獨兩個字我撈亂用嘅，不怕孤立，才可獨立，咁咪簡稱孤獨啦，係咪？即係。呢個民主道路就係一條即係好寂寞嘅道路嚟嘅，冇所謂嘅我覺得呢啲盟友要唔要都罷就啦。好似你何俊仁係咪？竟然可以揾我個家事嚟抽水嘅，呢個人嘅人品都有問題咧，係咪？點樣做民主派領袖啫？係嘛？所以今日咧，何俊仁就回咗信俾社民連嘅主席。咁個內容咧就喺我 email 裏邊咧，而家佢哋 send 緊過嚟。咁頭先我同主席通咗電話咧，大概就話咧，佢哋認為佢哋同中央嗰個談判係冇問題嘅。OK， 咁亦都不存在所謂密室政治，因為佢哋公布咗6人小組個報告。但係曾幾何時啊，即係劉慧卿話我抹黑佢啊嘛，要我攞證據啊嘛。結果佢講呢句説話，第3日佢哋就要整個6人小組報告啦，然後個6人小組報告又俾梁愛詩踢爆，原來係佢自己即係發姣鬧共產黨傾嘅，係咪啊？即係揾阿梁愛詩搭線嘅，咁好啦，咁我梗係信阿師姑多過信你何俊仁啦。老實講，尤其是劉慧卿、何俊仁呢啲全部都不可靠嘅，係咪？咁我寧願信呢個梁愛詩，我都唔信佢哋噶啦。梁愛詩踢爆咗，話你主動要求要同阿爺談判，穿針引線揾人哋去穿針引線，咁呢個已經係好清楚噶啦，啱唔啱啊？係咪先？好啦，咁第二呢，就即係佢哋唔覺得要辭職再選咯，係咪？咁但係佢哋2012雙普選就放棄咗，路線圖又放棄咗。嗱，我比較 concern 嘅就係你到而家都欠嗰啲即係支持你嘅選民一個交代，就係08年你個選舉嗰個政綱好清楚係爭取2012雙普選嘅，係咪？咁你係咪主體政綱添？喂，你唔係同我哋解釋嘅，
你係同你啲選民解釋選民解釋嘅嗱呢樣嘢咧，我會窮追猛打嘅。喺未來2次選舉，我唔會放過你民主黨同埋民協嘅。老實講，你唔好喺度蒙混過關，跟住又話呢個得到大多數市民支持，係咪啊？即係咁咪同民建聯一樣，係同民建聯一樣冇分別噶嘛。咁所以基本上就香港喂你咩民主派啫？咁佢而家就泛民，佢要揦住，佢話你社民要退出，你咪退出咯，係咪小隻香爐少隻鬼係咪？咁所以咧今日咧即係我哋主席都回應咗，即係就佢嗰個回信咧，亦都做咗啲回應嘅，係嘛？駁斥佢嗰個即係嗰封回信嘅內容。咁下一步咧，社民連就要即係公開宣布退出泛民主派2個平台，一個咧就係飯盒會，另外一個咧就係區議會嘅協調機制。我諗最遲都唔會遲過呢個禮拜就要正式宣布㗎啦，係咪？咁即係話咧，我喺呢度即係可以預告係嘛？社民連將會孤身走我路係嘛？為香港嘅民主係嘛？為2012嘅雙普選，我哋會繼續奮鬥。喺議會裏邊，我哋會繼續抗爭；喺議會外，我哋繼續會抗爭係嘛？今天俾人噴胡椒噴霧嘅唔係你民主黨，唔係你支聯會，係社民連係嘛？今天仍然堅持呢個即係雙普選嘅2012雙普選係社民連，唔係你民主黨，亦都唔係你民協，亦都唔係你民建聯係嘛？即係今天民建聯同民主黨、民協嘅立場基本上係冇分別嘅，係嘛？所以希望各位選民、各位聽眾、各位朋友認清楚呢個事實，係嘛？再唔好同我講一啲嘢，大家民主派你社民連應該就下啦，唔可以咁樣當即係咁益咗民建聯，唔好撚同我講呢啲廢話 ，OK？ 即係好清楚話俾大家聽，係咪？佢已經係衰過民建聯㗎啦，係咪？20年來到最後佢都係投降啊！你而家係投共啊！你唔係同佢談判啊！你有咩資格同佢談判啊？你係投降啊！真係唔好意思，你攞咩？你係投降啊！而家你係投降派、求和派啊！你唔係民主派啊？係咪？你係冇資格叫做民主派啊！我唔係今日講嘅，6月25號政改通過咗之後，我喺立法會門口發表簡單嘅演說，正式宣布民主黨、民協唔係民主派，係咪？佢係應該受到選民嘅唾棄啊！所以我哋係非常之樂意見到選民力量作為一個民間團體對呢一個撲街政黨進行呢個道德制裁啊！要話俾全香港人聽，特別係支持民主黨嘅人聽，係咪？呢一個黨係出賣咗選民啊！到今日為止，何俊仁呢封信你都冇去解釋，你08年嘅政綱係講2012雙普選，你點解會出賣選民？你轉態嘅理由喺邊度？你都欠香港人欠投票俾你嘅嗰幾廿萬人一個解釋啊！如果佢覺得佢呢樣嘢係正確嘅，或者如果民主黨覺得佢走嘅道路係應該都獲得佢選民嘅支持嘅，其實佢應該無懼嘅，即係好即係好詳細，係啦，好似我哋咁出本書啊，出本幾百頁嘅書，好似我哋咁，係咪？即係佢覺得喂，如果冇負到你啲選民嘅話，咁點解要擔心？點解要害怕去寫一份詳細嘅報告，話翻俾你啲選民或者公開地去講解翻你轉態啊？唔好話轉態啦，改變某啲立場嘅原因呢，係咪先？即係嗱，如果你覺得你做緊嘅嘢係啱，咁你驚咩啫？係咪先？你咪寫出嚟咯，你咪講道理咯。如果你覺得你啲選民都係認同你呢個做法，你呢個轉變嘅，冇問題噶，你咪講清講楚啫嘛。依家政治啲係咪先？你講得通，選民又接受嘅，下次又投翻俾你咯。但係你而家連講嘅勇氣都沒有。而家佢想蒙混過關啫，馬草泥。即係佢而家就係欺負你香港人啊嘛，香港人博我哋善忘，係善忘嘛，香港人係冇骨氣噶嘛。